傳承係一代一代人咁努力去工作啦，累積嗰啲成果落去嘅。我叫潘文正，公司係協德榮參茸藥行。我協德榮嘅生意點開始？我爺啦嗰陣時初初做藥材嘅，有喺香港創立嘅，去過廣州，最後尾都係紮根香港。依稀記得我70年代到啦，有時放學啊、放假咁落嚟幫手咯。到80年代到啦，我阿爸就因為加拿大我家姐叫佢移民過去，咁佢又同我阿媽過去咯。咁我順理成章要照顧住鋪頭噶啦。你講上一代的確係打一個好好基礎俾我㗎，客源、貨源，佢基本呢間鋪頭嘅運作各方面佢都打好咗好基礎嘅。咁但係打好基礎之餘，咁你都要做嘅。同埋要保持到嘅先得嘅。我哋堅持一樣，我哋就係鋪頭背後嘅精神，就係要賣正藥，對得住入嚟個客，佢食嗰啲藥食得好，行翻出去，呢個係我工作上嘅滿足。唔知係咪我下一代又好，或者我有能之士、有能者居之，做我呢個工作都好啦，我都希望佢保持呢個信念咯。所謂老字號，我覺得就係背後呢個精神，唔係話佢協德榮嗰3隻字，係代表背後嘅精神。啲人又話啲行啊沒落啊咁，我覺得你對得住啲客咧，永遠都唔會沒落嘅。我一個仔一個女，咁啊2個依家都喺啲大機構裏邊任職嘅，因為我覺得佢哋2個就 OK 嘅啦，就我唔需要擔心嘅。個人心態有所變啦，就係舊年時候我有個孫2-3個月大。使唔使去諗下佢咧？我自己要咁啊！依家可能會揾啲專業理財嘅人士了解下啦，有啲咩嘢可以做啦。即係希望自己可以同佢做少少嘢啦，能力範圍之內。我擔心個孫有咩需要啦，例如最基本2樣嘢啦，教育同健康啦。咁教育嘅希望幫到少少啦。咁啊，健康方面就唔係話俾啲補品佢食嗰啲健康嘢，話例如有個保障俾佢咯，買到個保障俾佢咧，希望。傳承家庭生意唔單止係將業務交俾下一代，更係將人脈、誠信、價值觀等無形資產代代相傳，令業務得以穩健發展，家庭精神亦得以延續。宏利紮根香港超過125年，見證無數家庭點樣走過唔同嘅時代，透過靈活嘅財富規劃方案，延續一代又一代嘅傳承故事。宏利用心了解每個客戶嘅獨特需要，助你堅守每一代嘅價值，一起寫下屬於你嘅故事。